中兴大学啊，这条要去中兴大学。哦，要参加一贯高中会，这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，民国76年合法化的那一贯高中会。哎，无安尼，这合法化30周年纪念活动。现在107年。南屯路一段安尼2万。一贯高中会是77年成立的，合法化是70年。一日几箍遐呢？几箍一针呢？现在107年。系啊。安尼，一贯道总会成立77年。2万。成立30周年。啊，对啊，驶迄边线啦。到中兴大学参加。对啊，若要。